你話而家嘅基督徒係咪按照哥羅西書第3章第4章啊，神嘅要求點樣對鄰舍，點樣挪開貪婪，點樣穿上新人，點樣漸漸更新？基督教，我哋基督徒教會所有嘅信徒係咪向呢個目標呢個方向呢？唔係啊！嗱，所以當我今天早上舊約2章、新約2章，我睇到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就係話聖經好清楚講到人類嗰種嘅殘暴、淫亂、兇狼，因為冇王啊。但係聖經到新約有耶穌基督嘅救贖臨到我哋呢一代嘅人，但係基督教侍奉神嘅人係咪按照哥羅西書第3章第4章嗰啲嘅真理去完全實踐出嚟？去扭轉呢個頹勢，改變呢個社會，更新人嘅生命啦？答案就話離開神嘅嗰個要求爭好遠啊！嗱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無論喺祈禱會或者而家喺平台上邊喺呢個視頻當中，你聽到呢個消息，從我哋自己開始。嗱，你唔好睇其他人啊，從我哋自己開始。讓我哋能夠生命改變，去影響我哋周圍左右嘅基督徒啦、家人啦、親人朋友啦，回到去聖經嘅真理裏邊，回到耶穌基督嘅救贖當中，努力嘅追求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整個世界一定會好似士師記17、18、19、20、21章裏邊，陷喺呢啲敗壞嘅情況。主要原因就係話，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盼望我哋每一個都有耶穌基督喺我哋嘅心中作王，被王嘅真理去約束、去管轄、去跟從，讓我